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9，诗篇149篇40安尼讲：因为耶和华欢喜伊的百姓，伊要用救恩最谦卑的人的砖塔。三角来祈祷，欢喜阮，佮用救恩做阮砖塔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的荣光遍满全地。主啊，我要因为你奇妙的作为来学习你，我要因为你的创造的伟大来感谢你。主啊，你的疼痛无穷无尽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愿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通伫患难中得帮赞，伫失败中受引带，伫困境中有盼望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活命的溃烂，是拯救阮的上帝。我要时刻来到你的面前，仰望你阳光的面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欢喜阮，你要用救恩做阮的砖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